写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老师叫我们写一篇作文，叫做《我的家庭》。彤彤姐姐，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写比较好呢？我想想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默默。nhà bốc há有幾多少年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nhà bốc há有幾多少年，就是说你家里有几个人呢？我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而且我爸爸每天工作都到很晚才回家，一回家就把臭袜子乱丢。默默，我想是因为爸爸工作很累，所以一回家就想要好好放松一下啦。还有哦，我妈妈她有一头卷卷的头发，胖胖的身体。我知道了，默默，一定是你常常吵着阿梅妈妈要做点心给你吃，结果她自己跟着吃一吃，就变成圆滚滚的肚子了，对不对？彤彤姐姐，你好聪明哦！阿爸、爸爸，阿爸、爸爸，穿西装的是谁呢？阿爸，这是我爸爸。阿梅妈妈，阿梅妈妈，有卷卷头发的是谁呢？阿梅，这是我妈妈。nhà bốc há有幾多少年？你家有几个人呢？有3个人，阿爸、阿梅和我。那这是谁呢？是阿爸还是阿梅？阿梅，这是我妈妈。默默很棒哦。阿爸、阿梅，小朋友要常常记得跟你的爸爸妈妈说声我爱你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罗呀，拜拜。